今集講講 TVB 收視。無線公布上周22日至28日翡翠台收視。根據 CSM 媒介研究及 Ubora 收視資料數據顯示，資訊節目東張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視最高19.2點124萬觀眾，據收視榜首位。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最高收視16.4點106萬觀眾。守城者最高收視17.5點113萬觀眾。外購劇《宿敵契約》上周首播，最高收視13點84萬觀眾。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最高收視16.4點106萬觀眾。守城者最高收視17.5點113萬觀眾。資訊節目東張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視最高19.2點124萬觀眾。周六晚特備節目《東華三院線道同行》最高收視15點97萬觀眾。電影《使徒行者二：諜影行動》最高收視13.7點89萬觀眾。周日晚《中年好聲音4》最高收視18.4點119萬觀眾，成為周末收視冠軍。無窮之路5：自行武姜最高收視12.7點82萬觀眾。周日晚《中年好聲音4》最高收視18.4點119萬觀眾，成為周末收視冠軍。點解 TVB 收視全面下滑？啲人有以下睇法：一、劇情疲勞，愛回家劇情重複，角色變動大，觀眾興趣下降；二、外購劇失利，宿敵契約不合本地口味，開播即遇滑鐵盧；三、重播過多，守城者雖有星光，但已喺內地播完，缺乏話題性；四、觀眾轉移，年輕觀眾轉投 YouTube、Netflix、View 等串流平台；五、創意不足，節目類型保守，缺乏爆點同創新，難以吸引新觀眾。TVB 要點樣改善？投資原創劇本同新演員，擴展網上平台同短片內容，增加互動性與觀眾參與感，擺脫靠舊劇、靠重播嘅依賴。另外，可能因為假期大家去旅遊，不過我都幾鍾意睇《無窮之路》、《東張西望》、《中年好聲音》。新聞台喺屋企起碼開足幾個鐘。你仲有睇 TVB 嗎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繼續追蹤香港娛樂圈。